OpenAI 推出 Sora App 火速爆紅啦！呢家 OpenAI CEO 已經係 Sora 變咗新一代虛擬網紅啦，係咪？甚至好多網紅已經將自己個樣去整唔同 AI 影片，同唔同人互動等等。Sora App 呢個以 AI 影片主導嘅平台，會唔會係下一個 IG 或者 TikTok？咁究竟 OpenAI 佢哋睇準咗啲乜？即使 AI 生成影片會帶嚟大量算力負擔，都可以免費用。其實 AI 影片發展潛力可以超廣泛啊！呢種新形式嘅互動同 AI 影片市場咧，將人類嘅幻想極速就可以放喺眼前啦，絕對係一玩就停唔到手。而 Sora 最終目標就好似 IG 咁，係 App 推廣甚至 AI 影片置入廣告嚟賺取收益。試想下你嘅品牌產品透過置入 AI 影片宣傳，就可以極速生成廣告，同大大提高曝光率。未來甚至可能一個 prompt 就建立到自己嘅 VR 世界入邊細節都可以置入廣告嘅。咁呢個就係未來商機大爆發嘅方向啦。如果想了解更多 Sora 玩法，留言 AI 發你有關資訊啦。